根据基美下中心皮肤科医生庄秀珍表示，这位22岁女大学生健康情形真好，嘛无用药物的习惯。却伫今年4月注第3针疫苗以后，规身躯高达7成拢起疹，上甲挡袂牢。虽然去过诊所用类固醇治疗过外月，不过拢无明显效果。最后来到基美病院，医生证实是疫苗副作用。市面上有的疫苗大概就分着几个种类嘛，就是 mRNA 类的疫苗，或者是病毒载体的疫苗，或者是蛋白质类的疫苗。那以这些疫苗来讲，其实国外的文献统计发现，就是说 mRNA 类的疫苗，就是包括 BNT、莫德纳，其实它的发生副作用的几率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。对，那 AZ 就是病毒载体疫苗的话，它的发生率稍微会比较低一些。对，应该是说某一些特殊状况，就是说病人他假使本身就是有一些 underline 的一些疾病，比如说他本来就有一些肝炎，本来就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啊，或者说有一些过敏的体质，他在打这些疫苗的时候，最好还是要先咨询一下医师，看适不适合去打这个疫苗。医生表示，这款因为疫苗所引发规身躯皮肤起疹的副作用，伫国内外无到10例，而且用到免疫抑制合并类固醇治疗，嘛是国内第一摆疗法。不过医生强调，这款副作用相当罕见，民众无需要小过烦恼。台南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